咪唔理好醜都可以擺得入口？不，老豆剔咗兩剔之後，俾唔俾我入門口？咁今日就正式run 一次個戲啦，咁同埋所有嘅演員都真係喺翻自己個角色同埋個位嗰度，咁我都覺得好感動嘅，見到啲參加者佢哋雖然都冇乜經驗，但係佢都盡量投入啦，同埋我哋兩個都要入埋去做戲，好感覺到嗰個氣味啦。想坐低瞓低，快啲放低，呢個唔係我嘅身體，無端端大笑大叫又扮狗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迪爾達，今日好開心嚟到咧903大戲劇團呢度。咁我覺得喺舞台上面，雖然我經驗唔多，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咧，其實係放啊。最近咧，我都喺度學緊點樣可以喺台上咧收放自如。咁譬如我哋喺台上面跳舞嘅時候，有時候我太緊張啦，成日咧會咧緊張得滯，緊住好束縛。咁但係原來發現咧，只要我放鬆好自然咁去跳舞出嚟咧，咁就會係跳得最好睇啦。唔係乜都得，學下 say no 得唔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onald。咁頭先咧就嚟咗探班，睇一班大戲劇團嘅學員咧，就為嚟緊嘅舞台劇咧，就睇下佢哋點彩排。咁開頭見佢哋咧，仲好似一粒一粒嘅沙。咁啊，經過幾個月高溫磨練之後咧，佢哋經已變成好堅硬嘅玻璃。咁將呢一個禁毒嘅信息咧，我諗可以好容易咁樣宣揚開去嘅。佢哋蠢材嚟㗎嘛，佢哋淨係見到短暫嘅快樂㗎咋。其實你可以揀㗎，不過揀錯咗。一定翻到轉頭，為咗見你，月頭變咗良美。即係喺之前嘅星期入邊咧，啲同學都即係啲團員都未必話好投入嘅，或者未必好認真，或者我哋當排好多細碎嘅片段，佢哋都未必知道成個戲係點樣嘅。咁我覺得今日好有一個整體性，好似真係一 team 人 teamwork， 同埋大家即係都投入咗，亦都知道自己嘅位置。希望咧佢哋同我一樣啦，都一路去學呢個收放自如啊！希望大家會支持我哋，亦都支持反吸毒呢一個活動啦。Say no to drugs.